小型抽水机的。你看那个水不是很干净，但是水不是很多呢。还用那个旧裤子还有椅子那个围起来，做一些那个阻挡，效果不一定很好。你看那个刚开始的水量，然后变小，然后研究看看是不是有那个这个马达小小的，抽水速度比较慢。上一部机器一下子那个水位就下降了，吸的速度比那个水进去的速度还要快，怕那个空烧坏马达。现在这个吸的比较慢，水位还没有下降那么快。但是出来的水不多了，你看，要有耐心慢慢等，不然来关掉重新开看看，不然就是要清了。要清那个过滤网来先关掉，然后把它拉起来，小心那个电线不要扯断，所以要拿过来一点。在拉的时候很容易把电线扯断，小心。就是要水要多一点，你看那个都有粉尘，你看这么脏，这个堵住那个滤水口，抽了就慢了，你看。抽水口，你看那个入水口都很大呢，这粉尘都会跑进去的。用这个，你看这个包那个草莓的网比较细的，偶尔要把它洗一洗，然后再试试看看，再重新启动就对了。再重新启动看看。水还没有出来还没，看看有没有电线拉到，或者再重新按一次。有时候它那个不顺要再重新按一次。不容易耶，这一次怎么会？再拉一拉，不然太用力拉那个滤网会破掉。可能就是电池电不够了，电不够也会造成那个抽不再上来，这样就要把它关掉，再重新启动一次。你看声音都小小的，如果有力的话，它会震动一下。它都没有什么震动，就是那个力道不够了。你看吸的这么慢。它如果抽那个清水是很快你看那个声音慢慢的，避免空烧坏还注意看有没有震动一下，有震动一下，但是上一台那个震动的更厉害更大，这个震动的小小的，所以你看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好，各有利弊的，便宜的比马力比较不够了。